一个甲下博蒙时长死过一摆的阿婆，唤作李春梅。1953年出生伫桃园龙潭嘅一个种稻嘅农家。隔年桃园闹天旱，春梅不卡嘅米公度抢存到一室嘅米。一生人工中嘅春梅也爱看到米公想到一句春无道。多年以后，春梅长大，原来佢对出世开始就喺不卡度存到嘅有也好，无也好嘅米。存到嘅春梅，亲中意嘅就係存錢。算錢係家嘅樂趣之一。家人嘅樂趣就係表送。关起来！老鼠的笨蛋就迄啲落杯做嘅，拢爱关起来喏。什么老鼠？番薯是我的宠物，不准你命记。咁你就冇超过先嚟啊！迄无下一摆，俺就会连拢个冲下跌出去，也根本就会没嘞，baby。一个打造就欠直直的小美人，唤作钟飞球，佢係春梅嘅孫女。1998年出生喺台北內湖一個小美人講話較泰山嘅小家庭。飛球從細到大，最後卻佇七家嘅上上世界地圖。在佢看來，每個神話異常都係動神奇嘅。baby。怎麼嘅呢？太痛哦！俺幫你翕死還較艱苦。你嘅攏講嘛嘅？俺夢到唔用正常人來翕死。古上打造的個保險機，就係因為幫忙。唔想愛老阿婆仔細。有病哦！吵什麼啊？才幾點就開始刷存在感了？大家都很忙，不要鬧了。一個惡曬曬嘅小美人，唤作陳理順，佢喺春梅嘅星球，總以所有動有效力嘅東西。佢因為世界風，馬甲都比唔過，驚。講到做勢，佢係親殺數嘅吳強人，佢哋不卡，親無上半身嘅吳強人。那我跟我出來吃早餐，你兒子買回來的。俺冇愛食，萬年底唔係咩老愛吐死。啊！你親兒子要怎麼獨資？你真是有……早安，我是立純。哎，王董，有事嗎？嘿。奶見講，我青菜同奶嘅東西。唔超冇超過線嘅啊！哎，超過線明明就是你，我要把你這賬單跟這折價券都通丟掉。你吃寬啊！試試看，我來啊！寬啊！你吃寬啊！吃寬啊！來呀！來呀！交給立純處理啦，沒問題的。吃寬！吃寬啊！對不對？吃寬啊！啊！一個通俗慢索索嘅男人，唤作曾福成，佢係春梅嘅奶嘅，親中意愛動定陣嘅事物。
两位无菜饱喏。迄你顺过？马上你去讲法，妈，马上你去讲法。妈，你爱啦？有你个条条捏捏，无声无气，迄出来嘿。好啦，做一家唯一嘅男人，福神用做会到，第三个婚姻家中间，按那命嘅生存之土就系。边做背景，老七家准空气。爱弟啊！好啦，唔安尼啦，爱天比差本啦。唔是，唔错等，等你下唔用出声，上下心爱哦。好啦，冇肯啦哦，冇肯啦。跳摆讲故事比赛都大跳命的，望弟老李顺结婚嘞，十分暗用。哦，唔想讲话就莫讲啦。倘摆有卖这种，不用去作当，欠下去两两棍的这种东西嘿，唔就带点，还蛮多就先欠。你讲夫人哦？嗯。这只东西哪来在点？动枪怪怪的呢。唔即刻想办法啦，带点就错的啊。妈，还是那个铃你自己带着。如果铃没有响，福生就不要靠近哎，我。发神经哦！我听不懂哎。唐姆是哈发很干透，煮饭不费煮，家事你在做，啊，公婆都会把你看戏哟。好啊，别讲，咱来讲，反正你也没有要沟通嘛。看到就懂付出，你也该好你的，对。好的啦，好的。嘿，不神我啦，跟你尊重不神经啦，唔不神啦。啊，来了，来了。你屌丝哎吼！你就把闹钟关起来了。哦。你好，立纯。这么给又想偷东西，给黑哪边给拿来，拿来，拿来！阿婆，进来啦！杨爷，春妹就像平常时同样，去变新上度结新的。期末上度嘅也放心的，就要老家生发，木都变转来。第二会桥，我休长假回来后才知道你离职了。我有东西要给你，但你的手机都打不通。如果你看到信，明天11点，我会在补习班楼下的咖啡厅等你，希望你能来。阿杰。你给做乜嘅？
你是阿杰，对，请问您是？你在等费球。我是费乔的阿婆。哦，阿婆您好，对，我在等慧乔，她还没来吗？你喜欢费乔？啊？他不喜欢你。这个不要再噎他了，你离他远一点。阿婆，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慧乔只是同事。哼，你不喜欢他，你噎他，啊，我骗矮啦。真的啦，我只是要拿伴手礼给她而已，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你看。你是说你一系列都不喜欢费球？慧乔是很讨人喜欢，但是我绝对没有要和她在一起的意思。那如果费乔他喜欢你呢？我想我会很委婉的拒绝他。爱丁有迄条丝的，你爱为眼天事情付出代价。爱就敌，费球总热死来的，做唔得。就算几分恼爱，爱听说爱重点，我不记含错入的。既然公司调查员发现有疑点，那就先等警方调查。你那边帮客户申请保险理赔，你先暂停。你跟客户说明的时候，你小心讲话，你有问题再告诉我。好。你真的去买零哦？冲普生有没有尊严呐？没有啦，我不是因为妈的要求才买的。你看哦，如果家里面都有这个铃啊，妈如果需要帮忙，她就可以按啊，对不对？这样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你是遇到什么麻烦？就去年有一个客户帮他妈买了一张保单，然后上个月他妈妈在家里面意外身故。就今天呢、调查员说啊，怀疑是那个客户他自己在家里面制造意外，让他妈死掉的。也是谋杀哎，吓死人了！哎呦，你的客户怎么会害死自己妈妈？听说是他被夹在他妈跟他老婆中间，然后崩溃了。我跟你妈一天到晚吵架，你想杀我还杀你妈？你们乱讲什么啦？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你跟你妈每次用客家话偷骂我，是因为我听不懂。我也没看你帮我说过半句好话。哪有？我有好不好？早知道你是妈宝，我就不嫁你了。头头痛痛，光光暗暗。头痛，来，等一下。哎，躺好。这样力道可以吗，小姐？可以。那时候大舅跟大哥说什么？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电梯，还说什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我们照顾，他们比较安心。要不是不想看到你为难，而且马被推来推去，好可怜哦。我才会答应让他搬过来，结果一天到晚吵架。哦，好啦好啦，对不起啦，把妈接过来住，
还要你扛家里的收入，辛苦哎。你上次带妈回诊，医生怎么讲？医生就说药要继续吃啊，我有买一些营养品给妈补身体。可是她最近火力全开捣乱哎，你是不是补太多啊？会吗？哦，怎样签到吗？不是很有把握。我目标是3.8，你们也不希望树林那边拿到冠军吧？明天赶快看一下联系名单，先从那个肖先生开始好了。你伫去看嘛鸡啊？啊，伢同事爱补物件啦。有咩通倒机讲，无踪影。我去念电机啦，无面无皮哦。爱做伊嘛啥，老女有乜嘅关系啊？管太多嘞。爱迄爱救人呢。我先结着爱情有几好有几好，计都去骗人家。给有娘哎，被骗总比整天被你耍好。拜托你离我远一点，这样最美好。太戆嘛！黄手迄无出上高，怎会讲出这种话？嗨，俺老太老母想看电视，做点嘛？嗯。好。真劲啊！新闻台按哪样啊？新闻台有动多间戏院，副区内嘅总法送错，米事有动多后线，会买衫裤、买唱片都有。很好拿，迄个我做得一头白，然后大做谁去戏院看戏，当主任呢就去总法送错适合视力东西。你还有时间去制作洋装嘛？那边还唔系有动多动奖嘅券啊？台北有动多神奇嘅东西，你一定会懂中医。看得到。不过
我哪有可能上台北啊？阿妹哦，唔好答应啦。唔问过，用飞碟冇可能。唔是问妹的，阿妹知道什么嘢冇应该慢奶乱走。唔做得慢慢来改变假想法。迄个唔都某次看呐，秋风起提，继续冇机会了。我唔错，但冇应该也就放弃。不过唔限有爱啊，迄个唔想去，也就等你叫我去。我现在要过去补习班上班了，要不要专门帮你代职的？修都暗凶哦。阿去，冇十本几片袋。妈，生意啊，生意。冇奶奶啦，冇奶奶啦，哎，唔可以奶啦，妈。赢哦，赢哦，嘛该赢啦。又喊哎，又喊哎，你停定哎哦。哎无啊，看你捡东西就挺过来看你啊，做了有天数无啊。唔是，奶请飞球嘞，你做买钱飞球。冇管了，冇停定哎哦，冇停定哎哦。离开废球要多少钱？讲。我跟慧乔没有。给你钱也不要，啊？你没有那么爱废球啦，莫偏爱啦。好，我知道了，我会去和慧乔说清楚。所以要多少钱？我的确很穷，您会担心我连累慧乔也很正常。不过我不要您的钱，今天就当做是我请客，我请您喝咖啡。唔知嘅翻乜嘅？巴黎中安嘅咖啡馆呐，用唔會送禮物嘅？唔之前唔係要帶我去看嗰部法國老天爺，我做死神錯。14年朱利用，呢度係有咖啡館，不過佢團係流浪漢，老人下討錢，日本夫婦成拍水救咗嘅故事。老唔發嘅，一場冇乜嘅強樣。記得要去咖啡館攞年本，出台北做得去咖啡館嘅人，都幸福啊！幾片嘅咖啡哦，聽說當好啉。咖啡披起來動香，不過飲起來苦苦。真勁哦！當香又當苦哦。我想唔到係乜嘅味事誒。唔想領困啊冇？我嘅零用錢很早地搶唔領麼？唔想領麼？我想領，不過我想我一旦將來有錢了，張搶領。好，我一定會等等領一杯咖啡。
做嘛嘅？请问你要喝什么呢？咖啡，不苦的。那榛果拿铁好吗？不会苦。哦。所以，你一定要离开废球。我说到做到。我想说的是，我的阿婆也是客家人，我从小就是阿婆带大的，所以你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就好像是我自己的阿婆一样。而且你年纪看起来非常非常年轻，不说的话，我还以为你是慧乔的姐姐。所以我想问，我可以叫你胎记吗？青菜，谢谢胎记。我也会讲自己客家话呢。胎记，我是阿克啦，我今年23岁，我好看书、听音乐、看展览。狗毛。哦，谢谢。咖啡我请你喝。我几多钱啊？哦，一斤50啦，根本要骗1000块呢。哦，人家哪来的好食？哎个弟哦，来，我让你亲一下哈。哦，哎用75啦，两滴呀？好好好，等下哈。哎，你票价无来哦。哦，而家个姚叔子哦，除本伊洗酒啦，根本就是用来很多红票。啊是哦。每次跟到他发酒疯哦，我都要把他杀了一了百了。哎哦，你可以找那个霍老大帮忙啊。他以前是混黑道的，真甜啊！虽然现在洗白做生意啊，但是啊，还是有在私底下结案。结案什么意思啊？帮人处理事情。真的还假的？我收他以后就去询价一下，看杀老公要多少钱。来，这给你。哎，好，来，就这个，哎，就这个，这个是的。这个排骨是我伫两骨直直切落去，加咸康骨，比较高。一头有肋骨顶面切落来的骨髓，迄头较我咸康，骨头较软，本就是艺术票嘛。高。嘴骨是我是用机啊，把指骨切开，再用刀啊打底嘴骨刮开，上尾沿着脊椎后壁的羽毛骨甲切落来。送你摕上去滚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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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汤。哎妈！来起来，来起来！妈，哎呦，你做嘛该啦？该气唔到倒的啦！你迄楼开的拄锁电哦，老海准切的哦。也迄只，老阿妹准切的，老阿妹准切的，爱弟，唔肯本就唔上老爱冲下迄。咱上手哦，当时叔叔啊，跟爷哥几好咧。无啦，莫乱想啦。老爷哥都无效啦，本姑娘滚到死死，爱学爱看心口嘅面色，向五两三，唔到向富寡，
喊做的事。你干嘛跟妈阿爸啊？自己那么难相处，谁会想要跟你一起住啊？也不想为什么儿子跟孙子都不喜欢你。妈，用，你本身看好冇？狗毛子，来一数东西嘞！妈。跳百货真好看书，我都唔盼天买，钱都本己用，也机会到日本了，哪个准车嘞？都唔想看啊，都系我向其他的，因为幸福嘅系日本人哦。错事嘅。出来啊！出来你就自由嘞。唔敢我想看啊，都摆开世界哦。你是要去离婚的协议修文，这样叫做签好，记住了。不，梦，白梦。冇可能啊！冇给你打电话。太子，我係阿 K 啦。阿 K，错噶，我係位大天发老人讲，我老飞球讲清楚嘞。放心啦，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还有乜该事情冇？太子，有乜嘅事情做得老我讲，我會老唔天數啊。我敢唔同飞球分数，你不会恼我哦？当然不会啊，我哋唔係為到飛球好，我知道有按用嘅副卡人同幸福，可能唔講法卡切，故所會幫人誤會。不過我相信，唔做嘅家庭都係冇佢就好啦。错啊！你阿奶都唔啲爱惜，佢老到我爱佢欠亮嘅，迄啲咪杀佢，我係爱佢敢讲话嘅，切莫出條係神啊！錯㗎。错啊！春妹嘅想法，應該由阿 K 一個少男嘅自己，會啦，就像春天來到咧，聽到星光爸爸哭。唔懂感情咧，喊狗毛哦！这张保单受益人，我想写不是。可以啊。陆生啊，
爸，你跟福生很久没见了，我们先把保险的事情完成好了，你们就可以好好聊聊了。不急啦，不急。福生啊，安久好吗？我们都很好啦。你跟阿姨最近刚从欧洲回来哈？没有啦，我就陪她去巴黎看艺术展了。哇，阿姨气质很好哎。不聊她了。福生啊，你遐人也没向我带，喊做的咯。原你同好了，嘿哦，照顾伊当辛苦哦。给俺的事情。太极，谁你有？好好。太极，太极，俺有东西爱送本你。这迄嘛假？你打开来看呐、我看你每次都带这条丝巾，有点旧了，故说秋兄送你一条新的。俺自说，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妈，妈，你先别急，这件事我来处理，我一定不会让爸有事。对对，交给我，你不要担心。用的喏。我爸有肺癌，一次都去本医生看，但是最近情况越来越严重，医生有开过药的，但是价钱是以前的好几倍爱几多钱啊，140万。 50万，不少钱哎。乃迪呀，但是我不可能中断我爸的治疗啊。故说秋兄爱加钱，我也一定要让我爸活下去。我不想让你为难，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很加钱本爱吗？爸，你帮我签这边，还有这里。好。总之有。妈，唔请福神做嘛嘅？爱记留离婚协议书哪本爱啊？冇可能啊！不是啦，福生係捱奶，捱奶係啉咖啡，我唔講好。来诶，老爷单位什么同事挑来暗迄个时间，还记得有来诶嘿。那谁想得好嘛？你係咖啡糖誒，我他媽故鄉唔驚見社會啊！唔去尋好咯嘛，都唔驚下面子咧，愛驚乜嘅啊？李春嘛，你怎麼變我捱啊？好嚟好去做唔得咩？唔是想啦，我拜唔中我嘅阿公婆拜了幾合10年呢，就連我有神好嘅時間，還寬點態度，台北桃園來來回回，老天照顧了我嘅老太老妹，我做到安多。唔要學愛我，冇做件件看佢雜份人家，你總我總是我身邊做股份也貴，我老唔講啦，我絕對唔會老你演啊！你係馬時台咧嚇，你係馬嘅時台咧，為我哋嘅事情兩曬就艱苦，你唔會聽？唔會啊，看唔痛苦就係我嘅快樂啊！你想唔理解，我就會俾你總部嘅市場，你頂唔會死啊！你講乜嘅？頂唔會死，你唔做王爺。你講乜嘅？別，你講乜嘅？你講乜嘅？你頂埋啊！老毛子！你頂埋我呀！我呀！老毛子！你妈个狗毛子！打开啊！快打！
妈，慢点点，放下，放下，放下！走啊，妈，老毛啊你！我来了。啊！滚！妈，我来了。妈，你这样啊！太子，太子，唔用的嘞。唔知福神寒舍时间，有去采购吗？佢发高烧，来打电话请到夹爸，来肯定夹树老佢讲，福神木强，阿妹皮定，你看医生当夹就会好，阿妹绝对唔会离开我。我根本伊也是伤害佢。太子，太子，求妹乖啦。爱弟，福神迄懂答心的声音呢。该好堂佢讲故事，佢就讲，佢为伊生人讲本爱堂。糟糕，我也是这样跟我妈说，不过那没亚哈菲豆我爸的事情，啊，他们也还含收几多钱？差不多50万，哎，加不回来。福神动堂发。来老弟准备马街，佢就去马街，大行事情都顺利来。阿婆，你有不快天否？听说你今天跟阿公碰面有吵架哦，干嘛不签字离离就算了？你用做的哦，用做的哦。出妹啊，从细哦，俺唔是陪你买个东西呀，也喊我看你嘞，来，俺弟好强啊，要太子讲哈，来送风哎，有讲冇？哈，还真贵耶，来。仲家喺睇家做，你老人乡村，爱吃都挺好啊。你结婚咯，也係唔會隔太熱，你買下風扇啦。
会抵着，对吗？嘛该事情哦，做唔得离婚，哈，先干嘛做唔得，对吗？因为喏，迄讲离縁，股神咧就会变做股份野鬼，跌落飞溜溜飘飘。古说，爱寻一只好老公，汉白事咧，这物件无有好歹咧。什么古时候的思想啊！世界这么大，才不想就这样被限制住。存买由一方饭店，屋租100块，就会新嘅营业。初本日所有嘅事情就像无发生过同样。不过一日对大作开始，有条嘅事情拢将无毛同样咧。你去做乜嘅？叫好比啊！我老我，靠下去8個了哈。一條錢唔拉啦，韓哥，我要同到書上愛攀呢。唔講我用嚟做啊，希望可能哦，影響下行李箱卸大刀鋒，啊啲巴黎鐵塔嗰邊翕相，來唱零咖啡，係咪喺同城市啊？好，我會去他們看啊，唔做地身上種好勁哦，安尼，你就唔使花太多錢。很好呐，讓我看下去8個就好了。好抓握，塞米煮飯啊！聽說會帶你去8個哦。好。講聽嚟啊！講天嚟。喂，太子，你伫哪啊？你伫哪？阿 Ken，嘿，我啲啊，阿 Ken 啊，嘿，太子，太子，哎，捱過去啊，捱過去，哦，捱過去，捱過去，捱捱過去，哎，好，捱過去啊，捱過去啊！太子，按子說，押錢來聽錯phải返本。有錢裝返本來啦，你行去老爺爸拿錢，行去啦。來聽錯phải返本啦。喂，到手了啦！我是不是跟你说？我跟你说，这种年纪的阿婆就是这样，老公对她没兴趣，子女嫌她烦，然后呢特别欠关心。我付出我的关心换到她的50万，也算是公平交易吧。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上次那72万应该是有着落了，不会再亏了。等一下。
唔伫个饲马鸡啊？哪是看不缘哦，哪做会黑无？我乱讲，唔敢有看到。拿来！怎么拿来？拿来！真的是你拿的？拿的存款不要钱哦。老牙钱拿去哪里？唔看看啊！该死毛让你讲笑哦！看看老钱板该，这么多钱你不可能全部花掉，你一定是藏在哪里，对不对？哎，我老哪去做善事嘞？总比做善事，我看真相着，唔俾唔出去嘞。唔老多，俾出去，唔就幸福嘞嘿。唔错，唔比对越高，跌下来就越惨。哎，味道唔好，味道矮后，你这个弄到马鸡啊！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阿婆，你死啊！为着伊死个钱丁丁，上害心爱哦。这种个废球，走废球，老爱出来，走废球，千万莫爱啊，走废球，老爱。妈，唔用咯。不是，废球跳拿俺个钱，俺个红包，铁锅呢都唔见摕咧。妈，唔免飞球啦，迄矮啦。唔丢人家个钱。无啦，我就看迄干的按怎做，我就老人拿出来出的，你看全部伫遐啊，干的啊，红包啊。做嘛该好点点拿俺个东西喏。听众也姑娘教的吼。唔系啦。切嘞，挑俺个来的，挑拿俺个钱，还挑跟俺个老公。说我是贼，你才做贼喊抓贼嘞！你偷拿我的名牌表，哎，还穿慧乔的衣服，你还叫福生偷买名牌包给你，你以为我不知道？好了啦，不跟你计较而已，说我是贼。烂东西，送俺都无爱。妈，钟福生，老板娘没有开啊？哎，他这几天都不会开，为什么？老板昨天死了，你不知道吗？老板真的怎么死的？
不清楚哎，可能要等老板娘来再问他了。比丘有爱嘛该啊？比丘娘的喏，无娘的，无娘的，该忝咧，该去困咧。我遐困的，好啊，我18时节张显嘛，你做啥物呢？妈，娘的喏，你帮忙哦。这点班的，我是班的哦。哦，有先做伊来袂使。好啦，反正还小小，我夹夹出来说咯。有先做伊。来了，这已经来了，做唔得，绝对做唔得，本地此事。爸的保险观念真好，幸好他趁早就帮妈把保险都买齐了。老人家最怕有什么意外，妈如果有事，我们就不用到处筹钱。对，如果意外身故，扣掉殡葬费，剩下的钱还可以让慧乔去法国用。原来唔但张飞求丁丁，记条都上爱本来死，因为安尼，来安慰到记条好，记条又上爱爱死天哦。看一下妈出来吃饭。
妈，门怎么锁定了？妈，怎么了？妈把门锁住了啦。锁了？应该有备用钥匙啦。在哪里？在房间，我去找，我去找。好，我可以去，我可以去。福生，爱上我爱死哦，连一息的时间都唔留返来。妈，妈，莫惊，莫惊，我会想办法救出去。好了，来了。来了，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啊，你来未啊？出来啊！有看到人吗？里面。Ce soir. 阿婆去死啦！不过来！有人爱吃爱，很警察，呀，很警察，呀，骗人，呀！我看发生那个事情，爸爸来没呢？飞球，阿婆。咱唔会分唔到仔细，咱唔会分唔到仔细。妈，你做嘛呀？你做嘛？骂你啦！你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都上爱本爱死，醒过来，醒过来！爱死，爱对呀跳下去，唔就反起咧。闹够了没啊？你自己想死，你不要扯到别人。但系，唔就都上爱死，爱弟，爱多弟。那你知道你自己有失智症吗？好了啦，你出来。你不要打断我，我真受够了哎！生病的人就应该送疗养院，让他去受专业人照顾。你偏偏要辞职自己顾他，你看他现在越严重了，你没发现吗？疗养院，爱弟，唔就派人啲欺骗，脑爱仔细，系冇？冇啦。他说你请杀手来，你告诉他你花多少钱请的。你也知道妈这种病，她会有妄想状况，你就体谅一下她嘛。是要多体谅啊！他破坏，他抠东西，我们都忍了，但是你要正视他生病了。慧乔被他搞得多痛苦，你忘记了吗？错了，飞球伫哪里？飞球还老爱仔细。冇啦，飞球冇啲啊啦。冇可能，冇骗我！飞球就这个骗，冇骗我，这个骗。妈，你讲清楚，飞球伫哪？冇啊。飞球伫哪？飞球伫哪？妈，飞球根本就冇啲啊，去发过嚟啦。
不可能啊！俺那飞球的钱全部分阿克的，飞球还老爱慈禧，飞球还老爱慈禧。莫谈，飞球，咱来讲，莫，伊莫拿飞球去钱分阿克，莫。我分阿克。我分阿克。喂，到手了啦！我是不是跟你说？我是不是跟你说，像这种年纪的阿婆，这什么鬼东西？这样骗老人家很好玩吗？关你屁事！你是谁啊？想要骗我妈的钱没那么容易。我警告你，再去找她我就报警。我记得，飞球讲爱老爱慈禧，我记得嘞。那是因为你把他的分镜图弄坏了，你让他没办法交稿，他只好拿存了好久的钱去付违约金，他当然气坏啦。啊，不好意思啊，雷西，雷西。不可能，哪有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啦！不可能！你啊世界，从那个世界就像玻璃强用逼贴的，你当中经历两炸时空。调排嘅所有回忆向电机涌过来。真的啦，我只是要拿伴手礼给他而已，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看，这么干妈干嘛？也不想为什么儿子跟孙子都不喜欢你。你爹看冇给啊？我同事爱本呢。最近来了，牙齿大大的，毛大的，我用牙给切开毛，狗毛子，告诉狗毛子，一只狗毛子啦，来死啦，死啦，我真你当时係跳踢嚟啦，你打唔開，你看冇貨啊！莫走看啊，做咩事咩唔讓你衝啊？笑到眼痛哦！阿 K， 冇啥，阮去骗到的。媽，哎呀，梦来改的，梦来改的，哎，唔可以賴啦，媽。喏，媽，你做乜開啦？阿姨啦，乜嘅跳阿姨？爱跳阿姨，冇人用啊！原來我自家想死，我想老自家自死。媽，唔好驚，下年陪醫生看，當家就會好咧。當家就會好。媽，嚟帶你轉腦部好冇？幾片起來，個發，個訴訟，醫生講，按樣對你較好。唔要平安希望。要不要讓你做伴？來保證。
阿公，我爱拿来给，惨死啦！我拿离婚协议书来给你，不是为了跟你吵架哦。你之前说过，死守婚姻是为了死后有个家。可是这个家有让你觉得很幸福吗？这个家让你觉得不幸福，但你还想继续留在这里，不是很奇怪吗？无留伫福卡，无上爱做股份野鬼嘿。咩冇乜嘅唔好啊，股份也贵都係頭版講出來嚇人嘅。我知道，做一個自由自在嘅鬼，比 QD 仲遲好噶，懂唔懂？我有講唔錯嘿。唔對個年代，我唔了解。唔講嘛嘅就係嘛嘅，啊通唔嘅。飛橋，做得老阿婆天數麼？乜嘅事情？老阿婆辭世。唔確定，唔想愛按嚟做。愛老你天數。妈，你在哪里啊？你哪呀？妈，妈，妈，不是啊，妈出事了！你快叫救护车，快点！就是妈，醒醒啊！
唔知嘅想物嘅。我临时几天提早去法国，我想我精神老唔讲在飞，不过大摆去前，也未拄讲唔好啲复卡。我伫法国，记嘅唔是封新嘅本，我冇唔记得，我带唔来法国。无论唔啲嚟，听错记得会动幸福个，讲听嚟哦。讲听你哦。准妹就爱用歌电幸福快乐嘅人呢。妈，有个故事有中意冇？妈，妈，妈，妈。爱做的案头。记住都上个本眼戏。有啲顺嘅。马上你嘅讲法。猪脚今天会是又憨哎，又憨哎。来起来，来起来！想要骗我妈的钱没那么容易。吵什么啊？交给立纯处理啦，没问题的。头痛，公公案啊。但是你要正视他生病了。阿婆，贝条他不喜欢你，也不想为什么儿子跟孙子都不喜欢你。阿婆去死啊！去死！阿婆去死啊！啊，来老 free kill， 讲清楚嘞，影片加一千分买的。我付出我的关心换到他的50万，也算是公平交易吧。很好拿。你就唔是花太多钱嘞。讲听嚟啊！马来事情哦，做唔得离婚。巴黎铁塔，这边翕相。听错记得会动幸福个，讲听嚟哦。讲听嚟。你可以找那个我老大帮忙啊。本就是艺术票，让你听我结婚汤。Sans soleil, la fleur périt et puis s'évanouit. Oh, quel malheur! Les oiseaux chantent des cieux pour les amoureux et le vent chuchote à son tour et j'entends souffler des mots d'amour. Ce n'est pas adieu, car pour nous deux, je crois au bonheur qui m'enivre. Me voilà
mon cœur. Si tu me disais tout bas que je suis belle, pleine d'amour, mon cœur restera lourd. C'est toi toujours qui me plaira, et tu diras jusqu'au trépas comme je t'aime. Me voilà entre tes bras. Au revoir, mon cœur.妈，冇用的啊。哦，这些线，有白色种类。